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有議員同學者都認為解決問題嘅根本需要視乎政府能夠收回幾多現時被閒置嘅土地。陳慧蘭報導。喺啱啱結束嘅施政辯論當中，公屋問題備受關注。有議員認為，要解決現時嘅公屋問題，需要從根本上解決現時土地短缺嘅問題。而政府究竟可以收返幾多被閒置嘅土地，就成為解決問題嘅關鍵。但係最重要就係話，政府而家掌握到幾多土地，政府能夠從呢啲團地、圈地嘅發展商嘅手上邊攞翻幾多土地，同埋政府能夠自己興建、掌握翻嗰個公共房屋嗰個落成嘅時間，呢樣呢先至能夠解決有關嗰個問題嘅。陳偉智又指出，政府喺收回土地方面嘅執行力度以及監管方面仍然有待改善。有學者亦都認為，現時公屋問題源於本澳土地短缺，並且指出現時被囤積嘅土地係由於本澳法律滯後所致。我哋嘅公屋點解要拖咁耐呢？所有都翻去嘅地，但係啲地去咗邊啊？原來有部分嘅商人咧係囤積咗啲地，咁我哋政府綁手綁腳。點解我哋嗰啲法例係會咁滯後㗎？點解我哋批啲地出去嘅時候唔需要講明幾時起好啲屋㗎？究竟我哋嘅法律去咗邊啊？宋文欣認為政府將會喺今個月內成立嘅公共房屋諮詢委員會，佢哋嘅首要工作係做好調研，必須掌握好公屋嘅需求量，從而制定未來興建公屋嘅數量，以及做好興建公屋對樓宇市場嘅影響呢一方面嘅評估工作。